上林位於大坑道11號，呢度咧就係車位嘅入口啦。而右手面咧就係香港嘅名校真光書院，而呢個位置咧就係地下嘅落客區。2座嘅地下入口大堂。今日咧同大家介紹呢個上林2座高層私式嘅單位咧，實用面積咧係788尺嘅。呢個單位咧有3房1套、露台、工人套房，仲包括一個有蓋嘅車位添喎。上林呢個物業咧有好好嘅會所設施，好多咧都係專為小朋友而設嘅。帶大家慢慢參觀下呢個單位先。由大門口入到嚟咧，右手邊就係一個廚房。咁我哋進入呢個方方正正嘅客飯廳。客飯廳咧連接咗一個好大嘅落地玻璃窗同埋露台，外望咧就係綠油油嘅山景啦。而客廳呢個位置，呢個3人大梳化後面咧就係一個好大嘅飾物櫃，而飾物櫃下低咧亦都有一啲空間可以儲存物件㗎。而旁邊呢邊咧就係電視機櫃啦，亦都有一定嘅距離。而飯廳呢一邊咧，左手邊咧業主亦都做咗一個飾物牆，而右手邊咧亦都有一個好大嘅櫃桶，大量嘅儲存空間。而呢個客飯廳咧，業主亦都做咗左右兩邊嘅分體式冷氣機。跟住咧就同各位介紹呢一間主人房啦。呢間主人房咧有一片好大嘅窗戶，落地玻璃，望返綠油油嘅山景，採光率亦都非常之好喎。綠油油嘅山景咧，令到空氣更加清新。呢間主人房咧前面有一張大嘅書台，而右手邊呢邊咧亦都有一大組嘅衣櫃，儲物量都幾足夠㗎。跟住咧，我帶大家參觀另外一間擴大咗嘅套房。呢一間套房咧有一張雙人大床，右手邊咧亦都有一個書台，左右兩邊咧都有一隻大窗喎，望返綠油油嘅山景。而雙人床後邊咧有一幅飾物牆，而床嘅另一邊咧亦都有一組大嘅衣櫃喎。而呢間套房嘅另外一邊咧，有一張大嘅書台啦，同埋有一大組嘅衣櫃，類似一個 walk-in closet， 非常多嘅儲物空間啊！喺呢張大書台前面做嘢，對住一個綠油油嘅山景，採光率十足，做起嘢上嚟都特別醒神啊！而呢間套房嘅另一隻大窗咧，亦都有一個好寬闊嘅山景。甚至乎望到九龍半島一帶添喎。另外一邊嘅山景都非常之寬闊。而呢間套房嘅浴室咧，採取咗企缸嘅設計。廚房左手邊有一個大雪櫃、洗衣乾衣機、雙星盤嘅設計，上面亦都有一大排嘅櫥櫃，而呢度有一個3頭煮食爐、焗爐同埋抽油煙機咧，亦都係 Gaggenau 嘅。而廚房對出呢個位置咧，亦都有個小陽台，方便住客咧可以喺度晾曬衣物。而廚房嘅另一邊咧就係工人房同工人廁啦。上林由2座住宅組成，一共有270個單位。會所設於6樓同7樓，有15380尺，有戶外嘅無邊際泳池、桑拿浴室、水療套房、卡拉 OK 室、宴會廳、小天才圖書館、兒童室內室外遊樂場同埋兒童嘅健身室。上林咧由香港老牌嘅發展商置地公司興建，而呢度咧係2009年落成嘅，總共咧有16年樓齡。大家如果有興趣睇呢個單位，俾電話我啊，我電話95231228，我姓蔡嘅，拜拜。